4，所以是第6。阿宽有伫个无？有听到无？好，有听到。我咧看这文本是，所以是第7，应该是第7。就是 link 相款的，好，安尼袂要紧，我就直接打 link。网络文本。paste send。好 ，OK，200页哈，咱对200页开始看起哈。故事发展来到另外一条线哈，是迄当阵和邱老师共一工受难的，我煞袂记迄位医生的姓吼，因厝的人的故事啊吼。因有3房，其中即满要讲的3房当然拢后来迄个医生因先生娘就拢无互因的后生去读书就对啦吼，去学功夫吼。即个其中即个做目的，对，做目的吼，因兜即个后生叫做铁城吼，拄好是即满崇德的学生囡仔吼。好，崇德和伊一个先辈吼，一个较大伊号一个另外一个先生，甲伊讲迄个先生甲伊讲迄个受难的迄个先生因兜的故事安尼吼。伊讲，所以咱即摆第200页，伊就讲永远会记得因老母所讲的一句话：免先教伊读书，就先教因安怎过日子吼。我这放较大。好，咱对200页开始看起吼。崇德牵车吼，徛伫个即只有一时啊，伊看一下手表10:05，铁城因已经开始咧上音乐课吼，因免急咧要转去吼。车队和证人总算过了后，电话讲了伊去互一寡迄什么送葬的啦吼，嫁娶的啦，迄车队去挡掉的吼，袂赴赶转去学校吼。归路又搁现互大家咯吼，车队过去了后，归路又搁现互大家。崇德行2步，忽然间将车头洗歪吼。无远的所在，就干那迄10几个店面吼，黄水源家具行就伫咧面头前，伊就刹车行过去，伫咧门口埕看停车，水源陪伊陪对伊吼，等咧考察，伊穿一领内衫啦吼，双手咧当咧撸即个刨刀吼。OK。拄则讲的即个因即个医生即边受难即个其中一房，敢是大房的款，叫水源吼，是咧学做目的吼。伊一来一去，手叮当迄个玻璃丝的迄个扣，这阮个问一下，阮第二个是咧做目的啦，因迄个刨刀扣刀迄个扣起来迄个木屑安怎讲吼，我毋知安怎讲，我都有机会问看觅。吼，扣的即个。迄个木屑吼，就落去涂骹安尼吼。伊手无停直直敲吼，无偌久，规涂骹总是光做圆圆的迄个木屑吼，淹没伊的骹。伊换一个姿势，骹犹未踏出去即个木屑堆上吼，搁敲2下，停手，剩正手去算甲伊的一竿切掉啦吼，头遐一竿切掉。
大概是伤过专心吼，冲着徛伫伊这身躯啊2-3分钟内底，伊拢无觉察着。冲着哪看哪是无想要甲去甲交了，拄则洗外头，才发现讲家己已经无法度离开，因为伊伫后壁甲喊一声邱老师，铁城有一个读一年的即个小妹吼，喊邱老师毋是水源吼，是应该是即个铁城的小妹吼，读1年啊吼，伊会当心算2位数，相乘吼，相乘是歹势，我无读迄本数学的迄本书吼，讲相乘要安怎讲？因此呢，全校拢知影即个查某囡仔吼，诚好算数。从这看过伊捌甲即个铁城送饭，铁城就是从着即个学生囡仔吼，送饭过吼，啊，送个无办迄身躯吼，啊头毛加到足短的，上互人会注意到就是伊迄双乌目睭啦吼，两位乌面吼，又搁金又搁乌。人类社会毋知偌济资源藏伫即内底吼，我毋知即句话什么意思吼。伊一叫即个邱老师黄水源才活过头来看，哦，老师是无？入来坐啦。伊伸手去摕红棍顶的即个打手棍啊吼，先切干，放入去了后，再搁将捏伫夹伫即个鱼孔边边的即个烟笔甲摕落来。然后呢，找两只圆椅啊吼，领即个冲着离开迄个墓穴堆吼。坐啦，先生，冲着就讲交了咯。水源就搁厝内叫讲，红哦，铁城的迄个吉林老师来啦，来啊，随应声处，妇人人旁地后仔出现，伊一一安置好，一面讲。先生罕行，铁城定定提起着老师，从着点一下头讲，我出来办代志，拄啊好车链破风了吼，拄补好，就过来做一个安尼。我应该拢进前差不多3逝就爱甲试落吼，现以后互伊去打走。哦，老师真客气，铁城吼，若是瘾吼无规矩吼，请老师你直接甲阮讲袂要紧吼。从着讲，铁城真力的，是乖囡仔吼，我真放心。听安尼讲，夫妇2个人才心才放松落吼，才放心落吼。想讲先生来可能有啥物代志，因着坐声讲，多谢老师教导。从着讲，恁有伊。含即个妹妹吼，实在互人真新鲜。讲到遮，伊看铁网一眼吼，名叫做铁网，也毋知谁甲伊号安尼名吼，无人有诶啦吼。伊等咧摸迄堆迄个抠刀所抠来迄个墓穴吼。伫咧城市有钱人，即个岁数即个囡仔，拢嘛咧学钢琴、跳芭蕾、补英文、补数学。伊却因为爸祖所受到迫害，间接来受到创伤。伫即个伊所相信找袂出，伫即个创着吼，相信讲应该是找袂出啥物佚佗物仔即个所在吼。你陪因老爸即种，敢若有因老爸迄个谋生的工具吼，就是趁食的即个因老爸你讨趁的即个工。假死尔吼，敢若算迄假死安尼。水源呢，一直话真少，敢若是点点仔做咧。听因某含先生讲话，看着抠刀的时阵，伊就讲铁网去洗手，铁网还袂叮当，踮遐躯体原本的所在，将迄个抠刀花吼，当做细条，毋知想要编啥物物件吼，伊的手。动诶，玻璃丝诶，迄个茶花有诶会断离去，伊就甲放落，继续去找较适合诶。水源诶某嘛讲，你先准备上迄个下晡班啦，迄寡物仔吼，我扫好，袂甲倒掉啦。你放我转来再搁做。学校呢，因为教室无够，所以3年以下吼分做
上午班甲下午班来上课，从着咧看铁网，甲眼睛，甲看一目，就是甲看一个，才看离开。讲教室无够，一直是问题。囡仔呢，其实早起伫学习效率精神拢较好。阮做先生嘛真见笑吼。伊一面讲，一面将茶甲啉了，一面就起身告辞，两个夫妇送伊到门口，冲着甲水源各自感慨。当年即个变异，就是当年即个事变吼，即个事件了后，两人共一个拢变做孤儿啊吼，确实呢，各自天涯，生分如别路，就是因为安尼颠倒两个拢足生分的吼，因为无敢互相去交往啊，两人拢讲今仔日才会当安尼来相伴吼。枉费呢，当年同齐咧受苦，希望日后无嫌吼，时常来相找。两个查甫安尼讲诶，互相正出来咧握手，久拢无放手吼。离开黄水源因的即个家具行，从着呢只是往前行，一路呢出来伫大伊脚踏车，伊深知影讲家己自北来一直到迄个南后吼，鼻甲目拢酸楚不能治吼，就是拢规个拢规身拢酸起来啦吼，想着拢规个拢酸起来吼。自细汉到大汉，以后阁毋捌为着家己的遭遇真正哭过。同款的事故，两个无共的查某人，有安尼无共的即个反应。伊的老母甲阿嬷，伊查某人特有的迄种性命，迄种咱拄要安怎讲？歹势，袂晓翻。远远来托付住家己，就是托付即个崇德啦吼，来照顾崇德。伊毋是无受伤，但是呢，伊的阿嬷甲因老母呢，帮衬伊减到上轻微吼，受伤上轻安尼。但是呢，水源甲水林因为是因迄个遮尔强烈的迄个母亲，所以呢，若讲因为因细汉就来失去老爸，因迄般遮尔好的资质，嘛是硬去互压落来，因到底是受偌大的伤害？从中呢想着水源所受的即种屈辱甲磨难，着磨啦吼，伊才大家己4、5岁。伊想讲啊，水源才甲大伊4、5岁尔，较早婚的关系，所以铁城都已经拢遮尔大咯。当伊逐早起拍开店门，店钱咧做伫会当饲活一家口啊，即种工课，吼，对过往一句都无要讲，伫个满头面目睭啊，即种情形之下，如抠刀的手啊咧切干，性命所有加伫伊身上的即个查甫人，拢家己来挺过吼。也因为安尼，伊一句话无讲，颠倒是一种上强的即个控诉。伊的身影甲面部的表情，以及伊每一个动作，拢是叫天地要害的真正的控诉。就是会动天地的即个控诉，歹势伊即华语写哦，有时我实在是直接翻，我毋知要安怎翻。出征外，从德的骹才逐逐慢落来。即阵仔以来，因捌伊袂阁看到春姬，春姬早伫半年前就已经出嫁，两家所办喜事的迄种遮尔大车队，嘛共款捌甲互伊调伫路的吼。伊当转去入去迄个小巷路的时阵，听见放炮仔声，人煞共去。伊真人性本能就举头一看，新娘盛装就是画即个
画大庄啦吼，画庄自大门出来，拄啊好要下过迄个下入去乌个金气派一只大型的轿车内底。春姬呢，可能是远远就看到伊，嘛可能无吼。2年前，当崇德载春姬一程了后，两个人互道珍重，因就将各自的心事做上圆满的结局。崇德家己可能还阁留存一个足细即种一点仔感伤吼，真浅的迄个心事，伫咧随着时间过去，伊却愈来愈感动，并且呢佩服春姬伊的聪慧。因此呢，当伊看到春姬是一个新娘的时阵，伊对上内心问出一句话，竟然是讲：多谢你予我的物件，希望你过了幸福快乐。当然，春姬是听袂到的，但是崇德感觉讲家己已经有讲。即当阵，春姬已经毋是伊的心事，伊即卖心内事是黄水源兄弟以及铁城铁网。春姬变成迄色无注意就无人看会出的伤口。虽然迄个痕迹嘛，已经也捌大疼过。伫咧要到学校进前，伊看到猪李，猪李是林菊仪的查某囝。自细汉呢，伊就看到林菊仪，因为和爸母是算老朋友，虽然讲无血缘。和老母的交情，若敢若姊妹仔。猪李一向称伊做曲老师，崇德呢直接叫伊的名。两人的辈分严格讲起来，无像兄妹仔，但是呢，佫是伫遐像兄妹仔。曲老师，猪李看到伊，就将胆内的便当摕出来，笑讲：阿姨讲你昨昏的便当盒仔无炸断，伊今仔日佫订买一个新的。崇德想起来讲：是啊，昨昏转去厝足赶，煞袂记，竟然袂记。猪李就笑讲：阿姨有交代讲，你今仔日转去吼，身躯两个拢都爱炸断去，袂用佫袂记。我先来，多谢你。猪李呢，手摇摇就骹步加快骹步离开，因为下课钟声已经响起。崇德看到伊呢，这是华语讲啊。崇德看伊心像难免感慨。猪李呢，会当讲算是白水湖的一景吼。伊逐工早起11点开始，担便当，沿大街上家家户户读国校高年的学生的便当，收集放伫咧伊前后两个竹篮，然后呢一步路10里赶安尼担到学校。伊并无特别高壮，并无特别汉草特别悬吼，伊是敢若较圆吼，较汉呢，骨架嘛比其他人较大一丝。为了要对抗日头，伊定定是一身躯，敢若咧朴盐女子迄种打扮，长到顶到头的迄种粗布手笼，头壳顶戴一顶鸡螺，外面呢搭一领大火即个布，一条大火布裙仔，规个面压起1/3，差不多每一个白水湖人拢捌看过伊伫咧大即个日头下。大毒日头下，这是要怎读？大毒的日头之下，快步骹步真大真紧的迄种节奏。有时呢有小可耽误，为着要等某一家什么人囡仔即个便当，然后去沿前着，以后是会去伫咧后半途加紧速度吼，紧走。要赶伫咧12点下课钟响的迄当阵，将迄个温温烧烧的便当送到每一个腹肚枵甲
落叫的即个囡仔手头，伊呢爱佫有够巧，讲啥物人兜买一粒便当吼，从来毋捌去翕毋着去。当然，众人嘛捌看过，伊送便当线，将2个篮仔相搭吼，用肩胛头啊就是担迄个篮仔迄种轻松的模样，因为当年有咧运动，伊的2支小腿特别健硕结实吼，就是骹腿特别勇啦吼。无论是来去，伊的双骹踏伫土地迄种劳动的身影，才是真正生活者。伫愈来愈侪墮入风尘的女子，分辨着家己的无奈的时阵，任何甲知理切身利过的人，总是会切身利过，应该嘛会使吼。的人总是会伫咧对内心疼惜即个安尼生的即个白水乌的查某囡仔。每一个月，伊敢若收人60箍，冲着迄一份，因母仔囝2人原本是坚持无爱收，冲着含因老母冲着含因老母自然拢是反对。知理安尼辛苦，若毋收吼，啥是饭食会落啦？只好家己只好家己转去要厝里食便当就对了吼。母仔囝2人听安尼讲，则无异议吼，无反对啦吼，甲钱摕收起来。因老母讲起一项代志，这因老母是啥物人讲？应该是知理因老母啦吼，讲白水乌有一个回头，甲所有的花仔拢飙走吼，半暝仔走路就对啦吼，敢若点点甲知理迄8千箍留伫因兜，这艰苦钱吼，毋敢甲倒吼。众人议论讲，较早我读初中的时候，阮德伯吼，我德北人吼，阮德伯嘛一个回头走路，伊是较早跳米吼，跳米就是你共收米吼。你知影跳米、定米哦？定米就是买米进来，跳米就是甲米卖出去吼。跳切啦，应该讲跳切。阮做田人是要甲切卖出去吼。所以是专门咧收切的，所以规德北的所有德北的即个最田的吼，可能拢有倒伫伊的河啊吼。较早阮那叫做切河吼，就是讲收这河啊，就是用切的即个价钱咧算。所以一倒呢，全德北吼，大家拢调的就对吼。大家是唉声叫母吼，讲了解咧足惨。看了这段故事，才想到这吼，大家分享。好，咱继续。知理的钱呢是一粒罐换来的呢，谁若甲倒吼，食会饱吼，困会入眠吼，我嘛是属意啦吼。毋是逐日鱼肉会好也袂久啦吼。白水乌这几年吼，有时会有一类像安尼风波吼，较老一运呢，就开始会感叹人心拢变歹吼。因阿嬷嘛是安尼讲，较早30冬吼，白水乌人若捡到钱，上烦恼就是也免食也免困啊，比迄个人搁较操烦啊，比钱无去较操烦。所以你看台湾人其实迄个心吼，足久以来一直拢是安尼吼。从这转来到教室的时阵，看学生一个当咧献便当吼，规即个教室内吼，规厝间的即个香味吼，伊一坐落，铁声已经行来到伊身躯边。老师你会批，伊就甲批缀伫咧一堆收做的即个作业本下底。从这看伊小心来甲摕出来，甲摕伫咧桌顶，伊看一目，正是因离职寄来。多谢，我才过再来看吼。铁声决心要走的时阵，冲着伊阁问讲：你食饭未？是妹妹送的。铁声有一个奇怪头前遐吼，面上呢是日头影啊，算日头拍过迄个红润的迄种肤色。伊笑起来的时阵，2支即个
勃起啦吼，非常的明显，特别是铁网敢若送到昨昏，今仔日是迄个地理阿姨送的，哦，讲到遮，伊忽然间伫个即个崇德的鱼缸边细声讲，妈妈讲，过半年，阿姨就要嫁互水灵姐，以后我就要叫伊阿静。哦，安尼真好啊！你紧转去座位去食饭，毋通等伊毋通叫便当拎去吼。铁城转去了后，崇德家己嘛开始咧食饭。这2年，伊惯势伫咧教室和学生囡仔斗阵食中昼。教室的教员休息室，伊若是懒得去伫遐停留咯。饭后有人小困吼，有人到教室外咧行搭讲话，铁城伊佫行来到伊边仔讲，老师，伊换了一面的即个心思，就是铁城规面全心思。弟弟阿姨若嫁互阿杰，就爱替伊看店，或者是像阮妈妈有一堆代志，那安尼伊感觉有法度通送，安尼囡仔要小朋友要安怎吼？囡仔要安怎？学生囡仔吼要安怎？无饭通食。创着笑讲，老师嘛无法度回答即个问题。铁城想咧，伊佫讲，那安尼也是叫阿姐莫甲娶。创着笑讲，铁城，你无需要烦恼即种问题啦。阿姨若决定要结婚，伊绝对有家己的拍算，你着相信伊的人和伊的拍算就好啊。就算袂当做，白水湖无定嘛有另外一个阿姨来做即个工课。我嘛足爱伊做我阿姊，铁城总算是放心转去困觉。从着咧找一支夹刀出来吼，含批吼，甲即个批笼甲加开。这规半年来，因永定节啊，甲永定浸啊吼，转来白水湖2遍，大部分时间拢伫台北。因原本有意将日本的工课甲告一段落。但是因阿静诶外头伫咧北部，后兄弟开业咧做医生，种种诶人事有关等等，就含遐诶迄个亲戚来参详筹划。永定节转来，每一遍都拢讲相款诶话。当初离开白水湖，一身出外是怀抱着怎样美梦？是为着日后要转来，要过来看故乡美丽的海水。少年的我，就是讲人的经济富裕，无欠用，才会当来经营个日。即嘛我已经要活60，钱项免烦恼，才发觉家己的梦早就已经出去。当我转来，我已经找无原本的海水。港湾逐工你出入的即个船只用油，血正一股乌流吼，迄才是我流落来的目屎。批真倒，敢若几纸尔。崇德现值如误，值今夜班机该如今回日。反台意思暂时无义，古人情言，就是讲暂时无要转去台湾吼。古人情言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兄弟之仇不还兵。是讲袂含伊同处天地，甚至明知拍袂赢伊，也免回头去找救兵，只要伫路上上遇就扭打拼命，值无用之人，每自此间日久，这个是歹势袂晓读吼。在奔天涯，身心日灼了吼。在奔天涯，去一声无奈所表意，值永定手笔吼。较早用文言写，其实台语拢会读啦吼，但是我汉语我无读过吼，我即个
2年我袂晓读。但是你用文言去读台语，其实唯一的意义是啥物？就是你食熬读书尔吼。讲实在，这一点意义都无啦吼，别人听无啊，哪有效？好，批看煞，一直到黄昏，所以我其实我一直讲反对讲啥物文言文教育无迄个必要吼，因为即个时代你敢要去考状元？好，信批看了，一直到黄昏，转来到厝里，创着的心情拢沉重，袂吸哩吼。自3号开始，已经背负伊25冬，伊捌无日无眠，踢掉伊的胸坎，毋但讲袂当喘气吼，甚至像酸也相思，就是若敢若约车酸安尼吼，一点一滴你甲教吼。毋若是水源兄弟，伊相信事件所有的当事人拢是安尼，若敢若一块大石头踢伫心胸吼。而安尼一块大石头，伊不忍也无想讲要互铁城甲铁网因来继续来扛即粒石头。但是呢，只要代志的真相要被稳状压卡，只要是想要欺瞒世间人的任何一股势力，犹搁伫即文色，袂晓翻，歹势。踮遐你文色度外吼，因的大石头是要囥嘛囥袂落来。暗顿了后，伊伫咧厨房内底听到老母含阿嬷伫咧厅里的对话，佮听落竟然含家己有关系。啊，即张相片你看知影？伊真有人个喏，真甜。永续寄人即张相，讲是因换来国校的老师要互崇德看。阿德今年27岁咯，家己毋去交女朋友，因阿姑悲甲烦恼。即嘛人真少咧相亲，我看是互伊家己去啦。我看伊并无即方面，并无咧想即方面的代志，可能缘分还未到。我即个号啊，敢若剩即项挂伫咧心头。昨早去洗衫，伊落地内底有一张小姐的批，真实诶。你也无趁早甲我讲，才开始卖问一堆啦，你知伊个性。也毋知几号，下海是圆仔尖，别项袂要紧，即项上重要，上好是圆的下海，留来就知。是哦，安怎熟悉？我也袂甲问，一张批写鹿港国校，我以后可能是进前去台北参加教师研习批。若无伊就无咧出外的人，也无去过迄个所在。崇德本来是咧看字，听咧，竟然看袂落吼。伊开始回想雪珍互伊的印象。雪珍呢是迄种你看一目就会看出讲是小学老师迄种模样吼。报道的时阵，伊有看到雪珍，才想起讲雪珍含家己坐共一班火车到台北，落车了后共坐出月台，然后呢，各自坐车弯弯来，又搁来到共一个目的地。9:05。我今仔日读了较顺吼，就是豆豆读着较顺。莫甲这当做是台语啊，当做华语啊，但是一定读甲小转者吼，当做台语咧读吼。研习会期，两个人小可有认捌，但是呢，拢是袂囥伫咧心肝头的话吼。一直到会期结束，两个人竟然阁买着计号车票吼。计号就是隔壁，应该是隔壁位吼。火车当要离开台北的迄点吼，雪珍问伊讲：我是无爱台北，你咧？伊讲袂出有啥物任何的感觉，你的原因又阁是啥物？原来雪珍的离旧25号迄一年，嘛因为同款的即个事件，伫咧台北去受害吼，受难。
当崇德甲讲家己正是事件受害者诶时阵，崇德感觉讲因两人伫遮短诶时间内底煞连成一线吼，共心啦吼。但是呢，微妙诶毋是安尼，是彰化要到诶时阵，决定伫要准备要落车进前，甲伊讲诶迄句话，伊讲咱所苦等诶是真相大白于天下诶迄一天，希望大家拢勇敢来活着。是嘞，就是即句话，煞走入去伊心内。阿嬷、老母、永定节、阿婶、小姑，还佫有伊，还佫有水源兄弟，还佫有铁城，因毋是拢苦苦伫咧等嘛。第八章，弟弟呢会记得伊嫁互水林，那敢若才是昨昏诶代志，谁知影10000年，一下手20年就过去咯。哇！所以已经过20年吼，水流过啊吼，镜头就是水直直流吼。水林退伍转来是23号，第2年就伫咧因兜诶即个旧诶即个所在开店。迄当阵弟弟才22号，逐工早起甲老母斗卖菜，中昼送学生囡仔便当盒仔。每一工对伊诶门头前店门经过，一工两工，一个两个，一季两季，一个年就要过啊。有一工，水林毋知安怎，伫咧伊诶竹篮内囥一张被吼，大概是伊胆仔囥落来，去小巷路要摕便当诶时阵囥诶吼。伊到送甲百外的便当送线，才看到伊所写迄几字：小姐，我会当请你看店吗？我会当请你甲顾店吗？哦，我敢会当请你来顾店？伊个妈是华语吼。伊迄时也毋知一锤吼，毋知是谁啦吼，又阁无姓名，想讲是啥物无聊男子吼，咧变把戏，看过就甲等下去学校诶即个粪扫塔。过了1个月，共款诶纸、共体诶字又阁出现，伊家己收起来，前后后伊收到6、7张，包括头前所献掉吼，落蛋送诶。到后来，水林开始写毛笔字。小姐，请你替我看顾店好无？拄则讲敢好吼，台语诶迄个 question 你会当讲敢，还是讲无吼好无安尼吼？无是轻声啦吼。弟弟，我为虾物加这？因为你要讲一句迄个句型呢，敢若 question 你着爱晓讲吼。弟弟如今想起来感觉真好笑。早时伊规个面掠起差不多1/3，敢若流目睭鼻孔吼，迄个人到底是你介意啥物啊？结婚了后，弟弟才问水林讲：你无听过一句话哦？衫着顶八卦，会食袂消化吼。几句又后壁有几说吼，衫着顶八卦吼，就是比如讲介意甲上观点吼。等于收缴10外张批啦吼，毋知要安怎诶时阵，水林才来买菜吼。迄个时节，冬瓜当咧出，伊每隔2工来买一斤冬瓜。一般白水湖诶查甫人真少来买菜吼。弟弟当然就是加看伊2目。迄当阵，弟弟敢若知影即个人伫咧街顶咧开电器行。也袂真知讲伊诶底细吼，伊诶背景吼。当下毋知要安怎，两个人煞拢有一寡面红。买冬瓜一向着爱加送一寡姜母啦吼，姜母。水林呢偏偏拢嫌伊讲做即项一定爱参姜啦，若无伤冷。台湾头行到台湾尾，逐个拢嘛知。伊一听，伸手摕走，但是呢，加囥互角印吼。知影伊诶心性了后，知影即个水林诶心性了后，弟弟就会先将姜诶钱甲扣掉，甲
则讲计数，安尼如此无事。3个日过，当果已经了吼，换高丽菜大出，伊就无搁再水啉就无搁再来吼。即般又搁过半年，无片无目，就是无寄批，无寄啥物字吼。有一天，当日落大雨大阵雨，伫你穿脏水吼滴过落，到学校门口的时阵，看到水源穿塑胶雨满吼，塞到伊的脚踏车，若敢若你等人。伫你当然是毋知影水源是为虾米人去吼。等便当送了，佫行出学校门，伊行几步，才发现即个人倒伫身骹车片后。伫你继续行，雨愈落应该是愈大吼。我现呀，雨愈落愈大，水灵忽然间行到伊身躯边，讲一句讲，我甲你载。伫你差去分去吼，大到24号，伊还毋捌拄到即款代志，即种代志吼。就伊搁等下你坐身的时阵，水灵将伊的电脑徛伫个车的头前，脑真大吼，压去大半的车链。伊下上座，将冰单放伫个篮内吼，冰单另外一半放伫伊的肩胛头吼，就是放伫个篮内，吐伫个肩胛头，看伫个肩胛头吼。然后呢，叫伊坐伫个后座吼，叫弟弟坐后座。弟弟大概想30秒，才撤座入上去吼。雨遐尼大，伊无做是要安怎？是要甲冰单抢倒来。以早旧式的车啦，旧式的车较结实吼，真正叫做气马吼，四头八殿全无虚花吼。就讲较早迄个，阮叫做大公链吼，恁可能较毋知，较早脚踏车大公链是迄种真正是诚勇迄种车吼。伊坐上水林的车，开始将迄寡纸字吼，甲即个人较连想做一伙啊吼。两人无讲话，一路雨水拿紧，一阵夹一阵吼，全无停歇。也毋知伊是安怎咧踏车，伫你满头面的即个雨水呢，内心起一阵笑意吼。一直到庄外，就要入过的时阵，雨才转细。伫你坚持要各自转去吼，歹势，伊才停车，又互即个弟弟落来。以后呢，只要是拄着落雨天，水源就伫咧门口学校门口等伊，规个月过去。弟弟自然甲老母提起有即个人有即项代志，因老母讲，即个少年的是真甘心，人看起来嘛真实在吼，无倒嫌。就是因老母含滴含仔讲话吼，开讲，毋知好款态无。弟弟迄当阵并无意见，因老母阁讲，民局啦吼，讲伊已经有兄嫂，若是排剃头吼，用即个字，若是排剃头吼，应该有用仔话传出来，啊无并无听见吼，捌听人讲因即个算是大家新妇的即个有啥物无拄好的所在吼。因老母后来去水印兄的即个店去买家具，熟悉因大嫂了后，就对两人的往来都无意见。但是呢，菜市仔种人哦，真是红目友啊吼，红目友什么意思我毋知吼。到老咧吼，拢来出主意。啊，恁弟弟遮乖，若去拄着恶大家是全白水哦，毋着怨叹气。大家就听即个弟弟吼，知影足骨力踢，骨力咧做工。对啦，哪有新妇讲大家的不是？若有你嘛无倒听，你着去因外家甲谈一个，毋知有真实的话语，
就是讲爱去探一下迄新妇的外家啦。转去再讲老实话吼。三个人四支喙吼，果然吼，迄寡人毋知安怎变步，安怎变步吼，找着大嫂因外家七进八五步吼，传转来的话是讲吼，即个大家吼真性格，新妇的时阵，新妇时是啥物意思？有关的规矩先含你讲清楚，以后就万项无管吼。弟弟是点灯好找的吼，伊嘛找无空顺啦。哦，弟弟是你若点灯好去找嘛找无伊的空顺啦，算因囝捌好就对啦吼。即件代志了后，水林因兜托问妇人来讲亲吼，伊前脚则走，另外一个妇人也到。即个要来讲亲的是白水湖人叫阿舍一个财主吼，台语人叫阿舍就好野人吼。即嘛较罕咧听人咧讲吼，较早阮细汉的时阵，电视比如讲曲梦社吼，一个姓曲名要梦曲梦社了，就是曲梦社了。我即嘛拢叫做，即嘛叫啥？即嘛拢叫党诶，迄种吼。想到即项，弟弟就去吼，有某有囝，竟然嫌伊牵手袂生后生吼，算要来找弟弟，要甲找做细意。市场正人咧议论吼，啊，这敢是人讲诶话哦。钱多也无，这应该是多吼，这里我看无。钱多也无输赢，聘金100万，另外一间布店又互弟弟换，饮局啊会互气死。讲伊伫嫁查某囝，毋是咧卖查某囝。因为即项代志吼，水林因着紧来提亲，是因老母、因大舅、兄嫂等吼，因兜10万的聘金无甲收，干那食60盒大饼。送订以后吼，到两人结婚前后才3个月，这段期间也是因大嫂咧买菜，因大家敢若捌来过一遍。啊，伊迄当阵已经56，伊应该是讲银曲吼，银曲迄当阵已经56，只敢若大嫂曲伊1号，全规身躯顶下拢总是沧桑，独两粒目睭毋愿流吼。水林呢，也佫替伊订做一种2链的所改装的即个手推车啦吼，手刹车吼，手刹车。送饭盒仔的时阵，人只要来回一逝吼，经过头面出力，生事不孝吼。结婚进前，伊对水林遐探听因大家对即项的意见。过两日，伊找人，水林是水林就是迄个电器行吼。过两工，伊找人，这什么意思？找人少时，伊找人来到市场，和伊讲，伊讲这代志你问我看法是尊重我，这是初档代志吼，初档工啦吼。若听新妇照讲是毋甘你伫咧日头下你煎啦吼。但是呢，一堆学生仔要食饭，临时毋送，人是要安怎呢？歹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哪看无？拄则是找人较少的时阵。啊？找人安怎？找人较少的时阵。哦。人少时。哎，我现在看无吼，等人较少的时阵啊，再来甲市场和伊讲啦吼，讲即种代志你问我看法时阵，啊，但是我无看无，这是恁问啥？结婚进前OK， 我看有啊吼。结婚进前，弟弟啦对水林遐吼去问啦，问讲水林因大家是毋是愿意互伊佫继续来送即个便当啦？啊，过两工吼，伊就找人即个水林就等人较少的时阵来菜市仔含甲弟弟讲啦，伊讲吼，即代志吼，你问我看法是尊重我，就是尊重我将来我做你大家嘛吼。但是这是初档代志吼，我若是讲听新妇叫你是毋甘互你踮咧日头，互你咱咧拍啦吼。
但是呢，一堆学生囡仔要食饭，临时毋送，人是要安怎呢？吼，意思讲你嘛是继续送吼。伫你家己想讲嘛是有道理吼，这话互你做参考，啊无你家己掠主意啊。若有人肯做吼，你着甲咧刹车让互伊，安尼上好啊。逐字着捌啊，逐字着看有几句，毋知咧讲啥，拄则看有吼，即马好。伊安尼一讲吼，地理又搁无主张啦吼，毋知要安怎吼。结婚了后若有新，即项总是做袂久啊吼。这20年，伊和大家内外无地着句话，除了伊亲情密别，伊少年的时就是伊大家少年的时阵，和数曲伊相像吼，受着迄种毋是人所应该受着的苦。伊想起来真不忍心，也毋甘伊受苦，真自然就想要对伊较好。另外一点就是，当年呢，伊和家己讲的一寡话，就是大家所讲的即寡话吼。大家算是真照顾伊吼，大家讲了真准。结婚了后第2个月，伊就有心吼，巴肚内就铁浆吼，连3顿饭都煮袂焦匀吼，胆吐啊，强要流出来吼，免想要刹车嘛，真好加载吼。迄当阵刹车啊，趁早吼，让互一个厝边，伊从此无心思，全精神来和水林来顾家看店。今仔日早起，伫哩因为洗水林的一领旧的链袜吼，阮讲链袜吼，有人讲外套吼，正是拄啊是迄年落雨的时阵，水林第一遍在伫哩的时阵所穿的，就是即项旧物。一个早起，伫哩竟然3箱4箱袂停去。水林这几年来，规个人放大一号吼。原本的即个旧衫裤好料身吼，伊就留互2个后生，较歹的就甲车做倒军吼，倒布，总是有路用嘛吼。独独即领链袜，伊几若工歹天不时打吼。这2年洗衫机拢换做高一个做的吼，等落都免去插伊吼，冻落吼，伊是用即个冻落都免去插伊。但是呢，伫哩惯势将迄个垃圾的所在先用手甲落过。因担赶出代志进前是咧开诊所，整个厝体嘛又搁快又搁长吼。头前2兄弟仔隔一堵壁咧开店，后院就无分啦吼，一大家人洗裤披衫拢会相拄会着。原本的一口即个井吼，已经搭去伫遐，真早就牵讲用水道水吼。早起伫哩嘛有看到红湖吼，东西2人吼，东西是啥？我不晓讲啊，就是讲你兄弟仔2个某吼，叫做东西，还搁踮遐开讲。伫哩活心要找物件的时阵，搁出来的时阵，都无看见迄个红湖吼，所以一叠个的衫就已经拢甲披好啊吼，骹手较清紧吼。伫哩出仔日落衫裤，即个手肘要安怎讲我袂记，以及即个袖裤，我袂记安怎讲，领围吼，领围吼。每一道水林送货出去的时阵，转来就是一身一命，一堆曝泡对伊的动作咧起落落，伊咧洗衫嘛吼，所以迄个曝泡，地裤泡啦吼，所以伊的动作起落落，忽自忽散，忽有忽无。伊一时仔想着讲，家己11、2号的时阵，洗一家大细的衫的状况，又搁想起讲两个查甫囡仔。
应该是因两个后生啦吼，伫台北所换落的衫裤，着爱家己洗，毋知后壁无写吼。真无容易，才甲即个一骹的衫，一桶的即个衫裤拢穿好，放入去洗衫机的座内。伫你呢接好插头，开关切落，事项就交机器操心，家己就转去厝内咧食早顿。这2年铁奖铁记前后考上大学，拢来到台北咧读册。剩伊含水林，还佫有大家3个人。大家逐个月轮流伫两个兄弟遐咧食饭，其实是无差别吼。水源大哥较早成家吼，水林一直含老母是住做伙。初来的时阵呢，来到遮即个初嫁来的时阵，以后佫一个心肝吊，总是大家新妇的战争吼，不管是着捌听过。但是无偌久，伊就知因大家是一个少年伤操心、老来不爱管代志的人。水林还佫讲，还未结婚之前，伊大家就含2兄弟讲明即条原则：事前看后清，事后莫冤吼。愈吵愈杂，弄家散体，弄家散体就是台语吼。以后言明在先，你家己去交，有适当我赞成。无害，我害头，若你毋听，坚持袂，我也无意见，袂阻挡。总是人生各人试各人的咸者滋味。因为即句话，伊问水林，阿母是对伊安怎，对弟弟是安怎表示？水林头先毋讲，你要看。弟弟加做袂爱插伊，水林后来家己讲一堆，你逐日自门口过，是阮老母家己看，即个要安怎读？看介意哦。逐日叫我写批信，互招你散步佚佗。逐日叫我写批信互你啦，招你去散步佚佗。饭桌仔边只敢若大家一个人。水林早就食饱伫咧店头前，用过的碗箸拢放伫遐，大家就叫伊讲：你嘛紧来食，等下就冷去哦。好啊，念伊来。伫你坐我倒头前吼，添碗加箸，天白才要爬入喙，又佫讲，今仔日迄个番薯红心的5号种的。主色敢若鸭卵面的吼，因大家嘛讲，29分哦，咱来搁读一个。现页有比黄心的较好食啦。我看水林加添半碗，剩这你敢会饱？弟弟讲有够。因大家无讲话，佫甲即骹内大半碗添互伊。弟弟袂闪伊吼，就甲食了。进前无看过即种的，今仔日若有，就爱加买2棍。对啊，因大家嘛安尼讲。饭后，弟弟甲碗箸洗好，甲后院去披衫，全部套档。一看时间，已經差5分就9點了。伊找出籃仔，準備要去買菜。皮包仔內底一張500塊，應該是有夠。伊行到店頭前，水林當額頭咧修理電風吼。迄個普拉佩拉頂頭的罐吼，抹甲伊規手吼。歹勢，普拉佩拉頂頭烏油啦，抹甲伊規手吼。我來去買茶。伊安尼讲一聲，也毋知伊水林有聽入去無吼？家己就出門來，弟弟就出門去。菜市仔離店面敢若有2分鐘的路，因老母已經70咯，也有幾十外年無賣菜。2個小弟吼，伊的
地夫是安怎讲？即阿进啦吼，进有讲即个进啊，直接叫阿进。伫咧邮局啊，伫咧邮局卫生所咧上班，单位早就已经让互别人。菜市仔在伊吼是比灶骹佫较熟，伫你平常时来去吼，拢是相款的心情。想知影这一件骹到，人差一点甲毋去。好，发生啥物代志，咱后回再继续来看吼。难得有即个机会安尼甲各位调位到31分到遮，感谢各位。今仔日可能是时间较无多拜因吼，我尤其是较晚通知，袂记咧甲打迄个通知吼。想到是已经恁台湾遮已经半暝，3点半。好，安尼你若我毋知有新朋友看开是无吼？若新朋友有啦，有新朋友你若有介意听这故事吼，麻烦你甲我加一下朋友，甲我追踪者，安尼以后你就看会着。我是起来，我会搭迄个你要去找一个房间叫做 Formosa 台湾漫谈吼，台湾漫谈头前有 Formosa 吼，Formosa 二字，我记是 Formosa 二字吼。台湾漫谈你再加入迄个房，啊，我会对迄个房寄通知出来互大家吼。当时读，因为我每一礼拜读书的时间无一定固定吼，也袂固定，我有别的课。好，安尼是讲我即个 YouTube 直播的吼，顶头即个拼link 是 YouTube 直播，你嘛会使甲迄个 YouTube 追踪迄个 YouTube， 然后我有时你若无时间通来听，你就直接去看 YouTube 吼。好。是，伊讲。台湾漫谈的 house 嘛会当录音吗？会啊，会使啊，我就是超工伫咧即个公开房，想讲来招一下过路客来，像今仔日咱就一位过路客，佫诚捧场，佫有2位啦吼，算2位过路客吼，两面所甲即个年吼，欢迎恁吼。伊甲你讲，你有啥物话要讲晓？我想讲，迄个 house 就会当开公家房录音。是哦，所以你甲我讲的就是即项代志就对啦。会当咱们迄个 house 开公开房。好，我再研究一下吼。而且你知我就喊你算即个 club house 尔，所以无介熟嘿。有，我有看着，我再研究一下吼。好，安尼我就以后对迄个房开公开房吼。希望我有时间通去研究啦，因为我过来无闲。但是真感谢你吼，我会找时间甲看一下。好，安尼咱今日到遮，咱来开房，感谢各位，祝恁今仔日吼平安顺遂。好，再会。多谢阿宽。多谢。多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